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9月19，咱做伙来读撒迦利亚书第1章到第8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1章，大流士继位第2年8月，上主对约多的孙比利家的囝先知撒迦利亚讲：上主对恁的祖先发大生气，所以恁着甲人民讲：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吩咐，恁着归向我，我就转向恁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，毋通学恁的祖先以前的先知捌对因宣布：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，着回头离开恁的歹路甲歹行为。毋过因毋听，毋顺趁我，这是上主讲的。但恁的祖先伫倒位？遐个先知减为永远活着。毋过我吩咐我的仆人，将先知所讲的话甲规例，已经伫恁祖先的身上实现。后来因回头讲，上主万军的统帅决定要照咱的所行所做对待咱，伊已经照安尼做啦。大流士继位第2年11月，就是世伯体月24日，上主对约多的孙比利家的囝先知撒迦利亚讲话：我伫暝时看见一个人骑一只红马，徛伫山谷中青树的中间，伫伊后面有红色、棕色、白色的马。我问伊：先生，这个马在表示什么？另外一个甲我讲话的使者甲我讲：我要指示你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迄个徛伫中青树中间的人应讲：这个是上主差派来伫地上巡逻的。因就甲迄个徛伫中青树中间上主的使者报告讲：我有伫地上巡逻，看到全地拢平静无事。然后上主的使者讲：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你对耶路撒冷甲犹大这个城生气已经70年，你无听说因要搁偌久？上主就用仁慈安慰的话，应甲我讲话迄个使者，甲我讲话的使者叫我宣告上主万军的统帅所讲的话。我深深疼惜耶路撒冷，热爱錫安。毋过，我对安稳自满的列国非常生气，因为我捌对我的子民小可生气。列国煞趁机会加添因的苦难，但我要倒转来疼惜耶路撒冷。伫遮，我的殿要重建，城要重起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。上主的使者佫叫我宣布：上主万军的统帅讲，我这个城要佫繁荣发达。上主要佫安慰錫安，要佫经耶路撒冷做我家己的城。我抬头看见四支角。我问甲我讲话的使者：这个角在表示什么？伊应我讲：这个是赶线犹大、以色列、耶路撒冷的角。上主佫互我看见4个师傅。我问：这个师傅来要做什么？使者应讲：这个师傅来是要吓惊列国，拍断因的角，因为因捌用因的角赶线犹大，互人毋敢举头。第2章，我佫抬头看见一个人手提牛索。我问伊：你要去倒位？伊甲我讲：要去让耶路撒冷，看伊
偌闊偌長。後來，甲我講話的使者出去，閣有一個使者來接伊，對伊講：你趕緊去甲迄個少年人講，耶路撒冷要誠做無牆的城，人甲精神客甲滿滿。上主講：我要用火做牆，四面包圍保護伊，閣我的陽光要臨在佇迄內面。上主講：走，緊走，對北方的地逃走轉來，因為我以前有甲恁趕散去全地逐所在。走，住佇巴比倫的錫安子民，緊走哦！上主萬軍的統帥顯出陽光了後，找我去搶掠伊的子民的列國遐，講：磕着我的子民，就是磕着我的目睭銀，我要下手攻擊因，因為互因的努力搶。彼時恁就會知，是上主萬軍的統帥找我來。上主閣講：錫安的子民就歡喜唱歌。恁看，我要來，要點佇恁中間。迄日有真濟國會來歸我上主，做我的子民。我要點佇恁中間，安尼恁就會知，是上主萬軍的統帥找我來恁遮。上主要得到猶大做伊佇聖地的產業，伊要閣經耶路撒冷做伊的城，所有的人佇上主面前攏着肅靜，因為上主對伊的聖所倚出來。第3章，上主閣互我看到大祭司耶穌亞徛佇上主的使者面前，撒旦徛佇耶穌亞的正邊，要甲伊控告。上主對撒旦講：撒旦，上主甲你責備，競選耶路撒冷的上主責備你。這個人兼毋是對會中抽出來的一塊柴。耶穌亞穿垃圾的衫，徛佇使者的面前。使者甲遐個底伺候的講，甲伊的垃圾衫脫起來。上主甲耶穌亞講：我已經除去你的罪惡，我要甲你穿禮服。上主吩咐弟用清氣的禮物，甲伊戴佇頭殼，因就甲伊穿禮服，戴清氣的禮物。迄時，上主的使者徛佇邊仔在看。上主的使者警戒耶穌亞講：上主萬軍的統帥安尼講：你若遵行我的道路，遵守我的命令，就會當管理我的殿，固守我的城。我嘛要互你佇遐個伺候的中間自由出入。大祭司耶穌亞，你甲坐佇你面前的祭司伴攏着聽。這個人是將來要發生的代志的條頭，我要互神意，就是我所競選的王來臨。你看，我佇耶穌亞面前下一塊有7蕊目睭的石。上主萬軍的統帥講：看咧，我要佇迄塊石頭面刻字做證。要佇一日內插銷這個地的罪。佇迄日，恁逐個人會請厝邊來葡萄樹跤甲無花果樹跤做。上主萬軍的統帥安尼宣布。第4章，迄個甲我講話的使者閣活來，甲我叫醒，親像甲在困的人叫精神。伊問我：你看到甚麼？我講：我有看到一座金燈台，台頂有一個對油的盆，盆頂有7支燈，逐支燈有7個燈芯。燈台邊有2欉橄欖樹，一欉佇油盆的正邊，
一丛伫桌边，我问甲我讲话的天使，先生，这个在表示什么？伊应我讲，你毋知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讲，先生，我毋知。伊甲我解说，上主吩咐所罗巴伯的话是安尼，毋是靠权力，毋是靠才能，着靠我的神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：大山啊，你算什么？你会伫所罗巴伯面前变做平地。伊甲上重要的节搬出来时，众人会话讲：上主赐福，上主赐福。上主有搁对我讲，所罗巴伯有甲即间圣殿下地基，嘛要亲手完成重建的工作。彼时，恁就知上主万军的统帅有找我来恁遮，啥人敢藐视即日，看要发生的代志做小事。因一个看到所罗巴伯手搁摕对神话真欢喜。即七支顶是上主在巡视全地的目睭。我搁问迄个使者，即个顶台上边的两丛橄榄树在表示什么？橄榄树的两支树尾的边仔有两条金的管流出金色的油，在表示什么？伊应讲，你毋知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讲，先生，我毋知。伊讲，这是两个受抹油竞选的仆人，在侍候全地的主。第5章，我搁抬头看见有一卷在飞的册。使者问我，你看到什么？我应讲，我有看到一卷在飞的册，长9公尺，宽4公尺半。伊就对我讲，这个是对全地发出的咒诅，所有头体的为照这卷册的这面所写的，甲因除灭；所有做伪证的为照另外迄面所写的，甲因除灭。上主万军的统帅有讲，我要送迄卷册出去，迄卷册会入去遐个头体的人，甲记我的名蓝闪咒纸的人的厝，会留伫因遐，直到规间厝连查甲石拢毁坏。甲我讲话的使者出来甲我讲，你着举头看，看有出现什么？我问这是什么？伊讲是牛五国的虫啊。伊阁讲，这个虫啊表示这个对拢总的人的罪。看咧，伊的烟挂一个掀开，有一个妇人人坐伫内面。使者讲，这个妇人人表示邪恶，伊就将迄个妇人人扔落去桶仔内，搁用迄个烟挂砍掉。我阁举头看，看到两个妇人人出现，因有亲像鹤的翅，因体色顺风飞来，将桶仔举到半空中。我问甲我讲话的使者，伊要甲桶仔举去倒位？伊甲我讲，要举去巴比伦，伫遐甲伊起一间庙，等庙起好，就甲即个桶仔下伫遐。第6章，我搁举头看，看见有4台战车对两座东山的中间出来。头一台是红马在拖，第2台乌马，第3台白马，第4台灰斑的马在拖。我就问甲我讲话的使者，先生，这个在表示什么？使者应我讲，这个在表示天4面的风，因在侍候全地的主，但对遐出来。乌马拖的车北边去，白马的车对伫后面，灰斑马
南平去。才会用下马出去，急要行透全地。使者讲：恁去全地巡逻，因就去。伊叫我，甲我讲：你看，北边去的已经伫北边，互我的心平静。上主对我讲：你着将遐个流放去巴比伦倒转来的迄代德比亚甲亚大亚所献的金银，随时摕去西番雅的囝约西亚的厝，用遐个金银做礼冠，滴伫约萨达的囝大祭司耶稣亚的头壳顶，对伊讲：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，看咧，有一个称作神意的，要对伊的本所在步出来。伊要起做上主的殿，就是伊要起做上主的殿。伊要有王的尊荣，坐王位统治，阁会有一个祭司伫伊的宝座边，因两个人中间有和谐共识。这顶礼冠要下伫上主的殿来纪念迄代德米亚、亚大亚甲西番雅的囝约西亚。住伫真远的人嘛会来做伙登见上主的殿。迄时恁就会知，是上主万军的统帅找我来恁遮。恁若诚心听谈上主恁的上帝话，这个代志一定实现。第7章，大流士做波斯皇帝第4年9月，就是基述6月初4，上主对撒迦利亚讲话。迄时，伯特利人已经找沙利色甲利根米勒，以及对因的人去恳求上主施恩。因问上主万军的统帅、圣殿的祭司以及先知讲：真侪年来，阮伫5月拢有伫哀伤禁食，现在减着搁安尼做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对我讲：你着甲这所在的人民甲祭司讲，恁70年久伫5月、7月哀伤禁食，减真正是为着我。恁食、恁啉，减毋是为着恁家己。耶路撒冷甲周围的城人口侪搁繁荣，南边的旷野甲西边的山坡有人徛起的时，上主交代以前的先知宣扬的，减毋是上款遮的话。上主搁对撒迦利亚讲：上主万军的统帅有安尼讲，恁审判着照真实公正，得用阻碍人民3对待，毋通欺负孤儿寡妇，住伫恁中间的外族人甲散食人，毋通计无歹待，互相陷害。毋过因活长心，毋肯听谈，搁互家己的心意甲亲像选择遐尼重，毋肯听谈律法，毋听我上主万军的统帅通过伊的神差遣以前的先知传达的话，所以我上主万军的统帅发大生气，因为我有叫因毋听。我上主万军的统帅讲，安尼因求叫我嘛毋听。我要用光烈仔风甲因吹散，吹去因毋捌的列国遐。因离开了后，这个地就荒废，无人出入。因互肥水的地变做荒坡。第8章，上主万军的统帅对我讲话，伊讲：我深深疼惜錫安，热爱伊，爱甲心狂火热。
上主阁讲，我要倒来锡安，要踮伫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要称作忠实的城。上主万军的统帅的山要称作圣山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将来耶路撒冷的广场会阁有灯火秀、夜拐仔的老阿伯、老阿姆伫遐伫坐。城内的广场会阁有真侪查甫囡仔甲查某囡仔伫遐伫佚佗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到遐一日，流亡倒转来的子民会看这做无可能，我减嘛会看这做无可能。上主万军的统帅阁讲：你看，我要对日出的所在甲日落的所在解救我的子民，我要带因倒转来住伫耶路撒冷，因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因的上帝，用信实甲公义对待因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要坚强，这是恁伫上主万军的统帅的圣殿下地基要钉建的时，所听到先知讲的话。伫遐日以前，人甲精神拢无人请，佮因为有对敌，人出入无平安。因为我互人互相敌对，毋过现在我袂阁亲像以前安尼对待流亡倒转来的子民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：因通平安夜整，葡萄树会结果子，地出土产，天降露水。我要互流亡倒转来的人民享受这的一切。犹大家甲以色列家啊，以前恁伫列国中，互人看做是受咒诅的，现在我要解救恁，互恁成做受祝福的，毋免惊，要坚强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恁的列祖惹我生气的时，我有决意降灾祸互因，无改变心意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讲：现在我决意要施恩予耶路撒冷甲犹大家，袂改变心意。恁毋免惊，恁应该做的是安尼，着互相讲真实话，伫法庭审判着照真实公正，促进和睦，毋通计无歹待，互相陷害，毋通只有假抓，因为这的代志拢是我所厌恶。这是上主讲的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对我讲话，伊讲4月、5月、7月、10月，今这日要成做犹大家欢喜的日子，快乐的节期，所以恁着以爱珍惜甲和平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将来有列国的人甲真侪城的居民会来，这个城的居民会去甲迄个城的人讲：咱紧来去找上主万军的统帅，祈求伊施恩。我嘛要做伙去，阁会有真侪民族甲强国来耶路撒冷找上主万军的统帅，求上主施恩。上主万军的统帅阁讲：伫遐日，要有10个外国人来求一个犹太人的衫具，讲：阮要甲恁做伙去，因为阮有听到上帝甲恁同在。咱今仔读的圣经节伫撒迦利亚书第1章到第8章。